3間房互不干擾，全部冇共牆嘅。仲有就係飯廳到客廳嘅開間進深差唔多14米。Billy 企喺間屋入邊咧，就非常之舒服嘅呢個單位，空間感非常之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illy。今日咧帶大家睇華發蔚藍堡1期。哇！呢個小區正到飛嚟飛去啊，好西班牙 feel。睇下城堡式嘅外牆，成個小區咧有34個足球場咁大，鳥語花香啊！小區嘅園林咧係由貝爾高林公司打造嘅。咁啊，成個小區四周圍係全無遮擋嘅。咁啊，唐家港就喺隔離噶啦。咁啊，廣州地鐵18號線咁啊，正在收入到珠海。嚟到呢一個區域咧，有2個站。呢個小區全部都係以洋房為主，大部分都6層高嘅，有少量嘅11層高同埋18層高。1樓咧全部帶地下室，頂樓全部都係複式。哇！呢個小區真係正，真心正，住得非常之舒服。咁啊，配套都係鄰里中心啦，2所幼稚園，1所小學，珠海灣就喺隔離。咁啊，今期帶大家過嚟睇嘅呢一個單位咧，139平方，超正，裝修得成個示範單位咁。咁因為業主咧要過去同仔女住，所以咧冇辦法，一定要忍痛割愛啦。所以咧，依家非常之平，成個小區有8間呢一個質素嘅單位放緊出嚟賣，139平方。咁啊，呢個單位係最平嘅，而且係裝修得最靚嘅。咁啊，真心正，走帶大家上去睇睇。哇，非常之靚仔啊！呢間屋仲靚仔過樣板間，好乾淨啊！呢個業主好愛乾淨，前後露台都封晒窗，粒塵都飛唔入嚟啊！咁啊，呢個係139 3房2廁嘅戶型可以做到雙套間嘅。咁啊，蝴蝶戶型3間房咧都冇共牆嘅。住得非常之舒服。咁我哋由入門嘅位置同大家介紹。嗱，依然係標配子母門嘅設計。入咗門之後咧，左手邊玄關鞋櫃嘅位置，做到上頂噶啦，空間利用得非常之好。右手邊一入門咧，咁呢間房咧做咗間麻雀房嘅。咁啊，條走廊咧都係非常之寬敞。做咗5扇門嘅衣櫃，咁呢間房咧係全尺寸嘅採光窗啦，咁擺翻張1.8米嘅大床咧都係綽綽有餘啊！擺完1.8米嘅大床都仲可以做埋3邊落床位。好啦，出翻嚟睇翻呢個客飯廳先。哇哦，嗱，由客廳主露台一直過翻嚟飯廳生活露台呢一邊咧，足足有13.8米。係咪好闊落？好，我哋睇睇客廳嘅位置先。嗱，呢個客廳咧開間係有4米下，咁啊依家全屋做咗木地板通鋪嘅。咁啊，客廳隔離呢一個位置咧係景觀露台嚟嘅。咁依家咧業主做咗封窗設計，咁啊擺咗茶台。咁我哋望翻出嚟睇下個樓間距。嗱，呢個樓間距真心舒服。咁依家咧封咗窗雙層中空隔音所以我依家聽唔到出邊有風聲嘅。咁喺茶台隔離咧，亦都係做咗一 set 嘅酒櫃同埋儲物櫃啦。呢個單位嘅櫃做得好多所以咧唔需要擔心冇地方儲物咁啊 Billy 好中意嘅就係呢一個電視背景牆呢一個設計啦，非常之簡潔，簡簡單單，特別舒服。咁啊，全屋都係用緊芝華士嘅梳化餐台。幾靚仔，全部都係統一，好舒服。咁啊，飯廳嘅位置咧係3米開間。咁啊，我哋出翻去睇睇呢一個生活露台，有驚喜啊！哇，正唔正？靚唔靚仔？做咗2扇落地窗。嗱，咁啊可以養寵物同埋做翻啲衣物嘅晾曬都係非常之足夠。好啦，過翻嚟飯廳隔離咧就係廚房。呢個廚房都非常之闊落一個大星盤嘅設計，咁啊淨水器同埋呢一個抽拉式龍頭，用起身非常之舒服。上下櫥櫃做得好靚仔，咁咧大家非常之關心嘅就係可唔可以擺得落雙門雪櫃啦。嗱，咁可以睇翻
OK， 出翻嚟睇翻我哋第二間房，先睇左邊呢一間先。嗱，左邊呢一間咧就可以喺出邊呢一個位置裝翻個門，咁就可以做翻間套房啦。咁啊，側邊呢度都係做咗3扇門嘅儲物櫃啦。過翻嚟就係洗手間。咁呢個洗手間咧，全部都係標配啊箭牌嘅馬桶。出翻嚟睇翻第二間房，呢間房咧，咁依家就係擺咗張1.5米嘅床，全尺寸嘅採光窗，3邊落床位，個衣櫃會細咗少少。好啦，睇翻主人套房啦。主人套房入咗嚟之後，左手邊睇睇我哋嘅洗手間先，亦都係非常之寬敞嘅，全部都係用翻箭牌嘅產品。咁啊，過翻嚟啦，全尺寸嘅採光窗，咁啊1.8米嘅大床，3邊落床位啦。咁仲有就係呢邊都係做咗一 set 5扇門嘅衣櫃，仲配埋個靚仔嘅電視俾你。全屋都係用格力嘅冷氣啊。咁啊，仲有就係施耐德嘅開關插座。好啦，成個單位睇晒。蝴蝶嘅戶型啊，3間房互不干擾，全部冇共牆嘅。仲有就係飯廳到客廳嘅開間進深啊，差唔多14米。Billy 企喺間屋入邊咧，就非常之舒服嘅呢個單位，空間感非常之好。仲有就係業主咧將前後嘅露台咧全部封晒。雖然呢個單位喺2樓啊，但係所有嘅露台咧全部都係落地窗，採光都係非常之足嘅。仲有3間房全部都係全尺寸嘅採光窗。咁啊，呢個小區密度非常之低，只有1.3，全部係洋房嚇。咁啊，今時今日喺呢一個區域咧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出行之後會好方便。唐家港就喺隔離，咁啊嚟緊廣州地鐵嘅18號線即將會進入呢一個區域㗎啦。呢個就叫後環片區，將來就會有一個後環站同埋後環東站啊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啊，所需嘅費用喺呢度，大家睇一睇。咁啊，非常之正。呢個單位近排好多人過嚟睇，咁 Billy 喺度拍緊片嘅時候咧，已經有人嚟睇咗幾次㗎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一個單位，約 Billy 睇樓。咁我哋今期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拜拜。